去见父王。想着他起来了。闻听父王已经退朝，他来请安。万岁正在休息，不便当场。自此我稍定再来。哎，殿下，啊，你不要走开。为什么呀？昨日殿下请我来至，万岁不高兴，反是长沙王比你小人，你忘记了吗？哦。多谢财神提醒，不管的。殿下，近来万岁喜怒无常，你可要多加小心才好。哎，多蒙指点，万倍不敬。你不是在此受等，免得吃亏。哎。不哭啊！殿下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在想，父王身体苦，近来万岁心跳胸闷，早晚昏厥之症，只怕怎样？臣妾不管教。难道不惧生死了吗？父王，万岁8年之后，我等不是陪葬，便是为你，这叫我是好。莫哭！哎呀，莫哭呀！万岁升天，殿下登基，武媚娘死我，千匹天下了。放心，我绝不会放弃你的。殿下。
了。王兄请了，恭喜王兄，恭喜王兄。恭喜什么？母亲说，父王改变之意，要令你做太子了。唉，今日朝廷会议已被几个老头儿陷住了。是哪几个老头儿？一个王元龄，一个玉子公。王元龄，玉子公。爷们，我与你是一母所生，父王最喜欢的是你，望你在父王面前多多美颜。我就这样为你所用吗？那好，我的德子定为大大加封于你，国库今日生命你去，怎么样？谁喜欢你那些非度滥情？爷们，好，我与你平分天下，共掌乾坤，万事让你做主。我差不多。爷们，那我们去老弟儿请安去吧。王兄，请。爷们，请。贤弟贤妹，父王正在睡觉，不可进棚。怎么啦？这金正殿你来的，我等就来，不得吗？贤弟，人家是今日太子爷，那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七公子，万岁正在休息，我要大声进同才好。我与太子说话，何用你来插嘴？你算过什么东西？不是这等什么呀？哎呀，什么等等，散开了。爷们，贤弟，贤弟。后事宣话，二人来向父王请安。起来，谢父王。既来请安，为何大声叫嚷？太子靖王拦住我等，不许我等请安，而心急，所以叫喊。哦，有这等事吗？父王正在续写，贤弟，心太急了。二等兄弟之间，理当友爱相处，怎可为了小事而争吵呢？儿不管。除了请安，还有何事啊？父王，近来藩邦猖獗不等，儿愿带领大军，一刀一枪，一鼓三方，为父王争光。父王，王兄义无不对，且向父王一样。父王不可放动官国，以莫令安邦为好。什么莫令安邦？分明你是武艺兵长，不管出征见王。我怎么？我这父王，二等退下。是。这华文家不宜立在此地，换个地方。是。唉，华人西下，实事难。不孝再多言在先，长子成节陪8年，胎儿他是心
夜间，幼儿举兵抗物资，愿儿穷杀贪不完。因儿有了望无度，欢逍遥着早归见。到如今遂列靖王为太子，他是终未有余，私奔懦弱，南疆国政交在肩。长沙鹦鹉称无益，真乃是穷人熬他深不言，谁人为父称他痛啊！几何人定计乃啊！哟，高阳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好，我正想要你来帮我捶背呢。去，我有命了。吴先生，传话下去，宣王元令尉迟恭前来见我。是。父王，我是最孝顺的啊。父王，长沙我也是孝顺的，只有那个秦王文翠翠假孝人。哦，他们都是假孝人，只有你才是真的喽。是吗？父王。好，种种有赏。父王，你赏我什么？你要什么，我就赏你什么。父王，这位兄长少爷娘，见不光常会是把心上。女儿，这怎么可以呀？这我不可以啊！一列靖王为太子，靖王问他嫂子他，长沙鹦鹉也可怜。女儿啊，此乃前无古烈呀！哎呀，父王是不赏我的，你怎么也来了啊？自前太子皆可赏，真的吗？当然真的喽。
什么呀？生的诚心啊？的驸马郎。好，都怪为吾糊涂，每日忙于国事，竟把女儿的驸马却忘记了啊！女儿啊，你要怎样一个驸马呀？我呢，父王爱你，至少要配公儿宰相之家。那是当然啊！你这句长生无忌之子，你看。不，哪位表兄，娘子相公才不怪。那宰相王元龄之子，你看可好啊？王元龄之子啊？那我要亲自看顾。这个好办，少廷选到此地，女儿可以在这里面。父王，7万岁，方元龄与子贡应召到此。选是。方元龄与子贡进殿。令传前无此万岁。平生在此不必拘泥于常理，死守谢错。王爱卿，臣收下。你有几个儿子啊？万岁，老臣多年无子，后来不想连生2个犬子。他们都在京城么？都在腋下。好，来选王元龄儿子进宫。宣方元龄儿子进宫。是。万岁，莫非我家小儿不孝，还小儿为了何事啊？这个嘛，这是。哎呀，万岁，莫非我家小儿犯了大罪不成？非也，不是你家小儿不孝，乃是寡人小儿不孝。难成大通，故而请2位爱卿前来，这座商议呀。陛下，今日草议总为他臣以为，太子靖王一力多此，并无过错，不可轻易非礼更换。寡人再三相过，那靖王怒日时分，不及长沙应无啊！长沙王，哎呀，万岁，万不可啊！收下。王爱卿，你看呐，这个万岁，此乃万岁家事，外臣臣官多疑。哎呀，你是金色无妨。这个这华文家今后单反才的。万岁，死臣！华本家公子天天早一地，实在见与梦生做变更，仓促以为更激痛，家道纷繁把人惊，万岁民间始终惊，多怪媚娘欠小心。好一个仓促以为更激动，一笑见大力破命。陛下圣明，太
太子以为根基要通，万万不可啊！万岁，御之将军言之有理哟。太子臣孝无差错，秉行众位破沙尘，不逆情义在更改，一旦变通乱臣心。今王虽弱，神后在，从人归心可得胜。根基立稳不离同，唐塞江山脱手成二位卿臣真听去，从今后我是太子须动心。说臣今日有应举大计，想不到一文花草，听见儿子选刀，哦，选选。无主万岁，平身。万岁。尔等今年几岁？叫何名字啊？小臣方一哲，此长21岁。也是王一爱，今年19岁。好，好，好，个个都是英俊少年啊！我娘，两个我都要。女啊，真我体痛啊，难为万岁，不知高阳公子要什么啊？王爱卿，我家女儿要找驸马了。哎呀，万岁！我家长子一策与御子将军的臣女定亲了啊！原来你们已是亲家了呀！正是，下有处事，王道接人，就要成亲了啊！那此子也可以定亲啊！啊，长礼定亲。哎，好，寡人找爷为驸马，你看可好啊？啊！谢万岁！寡人这次就将你两个儿子下月初4一起成亲了吧？啊！谢子隆恩。啊！啊！啊！好，臣当不臣当。
了嘛，哎，再过2年好嫁老公嘞。哦那么再过3年，陈夫人请了啊！哎呦，王家老阿公请了，请了，请了！哎呀，老哥啊，哎，几年不见，侬个胡子都变白了嘛。哎呀，老了，老了我哦！告诉你一个好办法，哦，用木炭揉一揉。不用了。哎，老阿哥啊，我外甥女个花轿还没到啊。玉子将军为亲自送来的。哦，旗子将军到。好，王老相公请了啊！玉子将军请了。好。哎呦，老亲家，托付托付，完好完好啊！外甥女个花轿呢？哦，这女她已经上轿，花轿即刻就到啊！有劳玉子将军请送了。啊，哎呀，王老相公啊，我这女嫁到你家，我可有几句言语拜托啊！哎，我有几句话要讲。请讲，请讲。王老相公。我这女本是色体一公，他的鼻子多美妇，的弟当年烧得好木炭，只可惜好人命短，早这女她流落京师跟随我，偏要为经济世俗而挂痛。生女她要挖老虎家老虎，哦，要挖个虎虎家虎虎。这糯水好菜跟豆腐，最正那个走线成功哎呀，王老相公，今日高攀家相府，盼望你莫欺我这女，我娶我生女是有故。来到我家属同我的女儿一样，哦真为欺负她哦！哎呀，叔叔，多多拜托了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外甥女儿，哎呦，天仙美女一个，一拜天地，二拜宝堂，快来起来！夫妻对拜，送子同拜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全家老幼立听恭迎。
等亲戚。不是娘吗？哦，亲戚，谢公子，因父亲郊外之礼，驸马传拜公主。哎，凳子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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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凳子。夜来，二拜，三拜，公主大拜。我也要拜我。啊，这许夜拜。也公主拜见公爹，我要拜见他哦。有拜的。好好，拜见孔子请。公主拜见长辈亲人。谁是长辈亲人？我就是一个，他便是一位。你的也是我的长辈。对呀、你的嫂嫂于氏爷娘是我的外甥女，也是她的侄女儿。来来来，拜一拜，见个礼，日后见面笑嘻嘻。来来来来来，要我拜你的，只怕你担当不起。苦等我们催吧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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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弄这个当起了，中手中脚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走，吃饭。你吃听吗？就是你那个皇帝老子，见了我也要客气三分你。走，回去回去，回去回去。还要你什么礼吗？因公嫂爵礼，相见之礼。哪几位是姑嫂呀？我就是小姑房一牛，与理了。哼！一子爷娘传拜公子，你叫于什么？一子爷娘。啊，爷娘，你把我放在监谷，你父亲是谁？还清何人？我父亲早年亡故，贫富官正。什么？连个官职都没有？那他做什么呀？早年烧炭为年。啊，是个烧炭的！哎呀，真是岂有此理！驸马，你看看，这像个什么样子呀？公子说得对，说谁不像样子？与啥不像样？二公，莫款是你走了驸马去边养。早年亡故，爷娘的保姆尉迟恭是开国第一功臣呐。公子，爷娘以上的当朝如国公程咬金将军，也是开国元勋呐。不管怎么说，少太的女儿做我的嫂嫂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我父亲是烧炭的，我伯母是当铁的，我姑父是种田的，我娘亲是织布的，我那一场程咬金呀，还是个凡事严的呢。啊，结于生活太不利，尽管与我人是非。朝太子女子王家，一结亲，王
你须发思念一年情，岂不知归结从来一告别，遇到时今若乃用杀一礼，风光得里不用急。高娘公子比王女，仙女那贪图天降，农夫这般为求利，快将他一纸相思还出去。杀不断，兵法无我举不义。父亲，公公不必为难，让我来告诉他，公子啊，你来是今日鸟意归无力，真来是长居深宫结实心。你可知沙里淘金金困愁，深山君王要沙土之中藏金玉，且凭我烈节高低。公子你小可农工之见你，但不知苦气带来苦菜饮。实无天将把火打，你每日三餐起身；实无太傅把太爷，寒冬腊月冻死你；实无农夫下田中，你是自吃青草啃死你；实无这公这曾领路将你当白旗真杰德，谁是凤凰，谁是鸡？讲得好，讲得好！气死我了，气死我茶叶未灭，也去歇歇吧。弟弟，去吧。唉，家门不迎，家门不迎哦。自从万岁将公子下家我家门，人都是经常听话好佛闻，有谁知无言烦恼有此身，每日里
里反要公公拜西屋，他那里比兄兄嫂闹不停，父年已故心风前中。天长病轻，只怕从此了残生。公公，请用言啊！不用也罢。公公，此夜昨日喜虎共兴，媳妇亲手接好照顾，请用了吧。难得你如此孝顺，这是为父赐病，非呀可知哦。看来都是儿媳我不好。怎么是你不好啊？公公啊！我一才娘配一万发不给身材买看家，好的公子列车马，叫得相互。驸马去兄长陪公公，年与姑息平交加。都怪我出身一阶层无知，实不该高攀房门再相加。这是哪里话嘞？我的好兄啊，自从夜袭陪我家，聪明小人层暗办是非，难怪你，只怪我话该当头阴阳差。公公，这样还是用了吧。我启禀父亲，公子即刻来迟，命我前来通报。结果驸马，喂，你可以为你了？畜生！难道你就不能叫他一声嫂嫂吗？公子识故，不许叫他嫂嫂。为父吩咐你叫，你叫。孩儿不管。啊！你我打死你这个小畜生！你与我跪下！跪下！我打死你这个小畜生！父亲，爹爹，打死
来父之手，是谢父母的才过了。父亲，驸马，不要你管，滚！公子驾到，谢父未放弃。后来谁问？公子，是我妻子方才不小心打碎了。不对，是二哥打碎的。见我来了，他就随我，不必随着。公公不妨坐下。谢公子。听说公公身体有病，我心中不安，他来探望。多谢公子关心。今日凑巧，那过年是和尚偏红法师前来拜访，我叫他今年念一个咒，病也就好了。他念一个咒，这病就好了么？那和尚法力无边，念起咒来可以定人生死，灵验得很呢。我恰不信。我也不信。一群偏红法师，阿弥陀佛。公主香叶在上，平生几岁了？偏红法师，相爷近来身体不好，你接他，你不走吧？算在，我不是被普度众生，念经咒一卷，就成件大苦大难。什么经是此灵念？曼陀罗法灭众因，自领去要居归啊人。按扎神最近，乌龙最多金个取血最血这个最热最不进，七万扎神最近，监狱不日难他病。一拍五叶，快滚了出去！出去！算在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们这是在生我的气吗？奇怪，我气那和尚58套。和尚是我的客人，你对他无礼，便是对我无礼。公子啊，放家有意，奉圣卷，公子下家恩赐天。还有家庭无尽，我9天之孝，孝一点。弟弟。陈公公不教训，怎奈言语理太偏。我曾历经世故之冤枉，也不曾活够年纪7斤也。要讨下贱女，是非是路边地来他面前。父亲，弟弟，哎呀，公子不好了呀！万岁驾到！父王来了，快接驾！
见万岁。平生闻听王老爷卿有病，寡人抬了一团王，王爷卿现在何处？万岁，爹他。爷卿，王爷卿，玉爷，说说真吧。万岁降临，比你才。哪来太王元宝从恩高难报，不来万岁。王爷卿啊，素日不见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？万岁，老臣我不久生死了。爹爹，王爷卿，想当初爱君祝我长安。数十年历尽辛劳发世上，开国元凶君为首，一朝永绝石块岸上，你走起炮兵因何故？彻夜无影，数断江岸。方才御医言道，爱卿是恶气攻心，所以昏厥。不知这恶气从何而来，为了何事而生气呀？反啊！不讲也罢。父王，公公不肯讲，我来告诉你，这是他们。哦，暂且退下。父王，公公身体来刚健，只因稍稍太不严，哪怕父出身为奸少女，莫无真长亦不见，内室里此上马外高声叫。敲门谁问闹翻天，气得都生大病。我关在院里心也烦。竟有这等之事！公子之言句句是真。父王，你看，哪怕我刚才谁谁的碗关在这里。可恼，可恼，可恼！万岁不必费心，此乃老臣家事，其中这是非确臣。
老臣我心中明白。你明白？难道父王却不明白吗？哎，父王啊！王爷卿，你不必多虑，寡人为你做主便是。爱卿啊，你要多多包容啊！去家，去家！父王，我们去，父王，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！你都听见了？孩儿不管退听，不知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不讲也罢。圣旨下。王记者谢旨。臣。王帝诏曰：王仪之子妻叶娘5年不孝，万切出之条。您依着列级休妻，不得徒言，请辞。这是为何？这是为何啊？父亲，孩儿要冒死上坟，辨明是非。不，王后啊！万岁追宠高阳公主，其中的是非却在其人辨得清楚。你这上坟于事无补，反遭大祸难道就将娘子休了吗？嫂嫂不能许，嫂嫂不能许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不枉休庭。弟弟，怎有的是儿了？父亲。娘子，我用思量，我都听见。娘子，叙述写了吧。天哪！虽然好，泪尊敬，深深落笔修颜。
是我大贼，与你生死永相依。帮你交代归水转在身上，少了我气吧。要我操他么？是非是实相动我水草心。你我人后别去他。来人当一之情，何必对他怕来敌？我不信他让我来敌，大大的去开人来了梦情。我人迅速送到孟家去吧。娘子。
娘子，相爷，相爷，哥哥，弟弟他。爹爹。臣父啊，你领今王不变动，长沙心乱一场空。每日请问本府用，但求老儿快送终。王兄，爷们，王兄，爷们，王兄，啊，爷们，你找了马还来相府望请我吗？哎呀，我呀，我是他来向你贺喜你。哎，你贺什么喜呀？我为你出了气，报了仇。方月林那个老头儿死掉了。哦，哎，怎么死的？我叫那变红法师捏了一个嘴，啊他就死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爷们，这个托你之事可否办好？早点办好哟。慢。唐小人，林爷嘛，此乃变红法师亲手所制，人生最区区把这一套，稍有太子神圣法师，是要将这桃木小人放入东宫之内，保管他一命归天。多谢爷们，此事所成，我定与你平分天下。事实不成，那和尚另议谈分。好，好，爷们，那我们去老弟儿请安去吧。王兄，请。爷们，请。求见父王。万岁身体不安。怎么啦？又病倒了？哎，昨天晚上好好的吗？去死吧！只因在向王大人访顾，万岁就生病了。那我们进去看看。万岁谕旨，王亲国戚本府大人一律不见。你，哎，爷们，走吧，走吧。哼！殿下，王府有客相亲。啊，陈轩，才你想发财吗？奴才当然想发财，不知有吩咐。你将这个悄悄放在东宫之内，不要被人知道。事成之后，赏你黄金1000两。奴才一定办好，一定办好，一定办好。奴才一定办好。奇怪，什么宝贝？桃木小人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哪来？美鱼啊，真的美鱼啊！那边谁来了？啊！桃木小人，你好大胆！你要死还是要我？你才想死！我立即禀报万岁！有啊有啊，谁能饶命？谁能饶命啊？
好我小生的来龙去脉，将可一清二楚。我讲，开了，甩开，甩开了！那边去讲。怒气满腔把天苍。狠心把他才要找皇帝人断肠。好。谁知王去过前方大人一律不接。还一次空养钱，不管放弃。呀，三年看了。去。你真原谅瞎子啊！走。走。范岁子一律不接。什么一律不接，两律不接？我是真要进屋里的老太婆，找皇帝算账来了。也不许进。也不许进啊！你把我甩开，甩开！哎呦！哎呦，老骨头低头，老骨头低头。万岁在哪里？范岁正在睡觉。他女儿妄淫霸道，他的问大白天困觉，吵他醒来。吵他醒来。这一下你看我的。好，快！万岁！哎呀，醒来呀！参见万岁！御史将军称老夫人因何无礼呀？哎呦，我个好皇帝哎，到底是你女儿无礼，还是我老太婆无礼？侬先弄清楚哦。是何言语哦？万岁！是今公子大日天开国元，胸不测前。其实在乡不县里，比兄羞洒更无钱。父曾与侧身为奸，我做到与此公不顾是当前帮二人，徒是给朋友无用。但求姐家高贵天。御史将军，你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说了半天，他还是不清楚啊！万岁，让我老太婆仔仔细细来讲给侬听。万岁，这寡你把高阳从人小太婆，交往不无是非多。他冒名上脸广州本，你名字有错袅袅过，来这里要叫公公把媳妇他送在当中，自东马西做他呀个婆。哎，因我孙女出身前，为别大骂他大哥，气得老王生了病。万岁你不明是非家把火，下次虽然我外孙女混出下火，下落不明日子把就跳了气得香烟归西去。我这个高明夫人不要了，好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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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统统不要了。
人，你说的都是当真。老太婆从来不想找我，想找我绝不是曾邀请我里的老太婆。哼，再有光句戏言，请在我与岳成公手好情。哎呀！于是功成高明，绝无虚言。果然是高阳八虎，气何端？起来，寡人不女无大事，众人雄赳皆心寒。悔不该一向无下娇儿女，到如今恨万无穷，其何端？来采所选羔羊，不孝女。御史将军，臣老夫人，臣不怪我偏宠偏听偏信把子传，寡人不明当谁记？万岁！二位请暂且为夫，说说寻找爷娘，此事用寡人处置。因此啊！哎，啊！到底是个好皇帝啊！我们一场就高升了。走！来，官告送上。是。唉，帝王家不是民间，子孙言。玩笑！你明知我有病在身，你公公死国为寒，你倒还嬉皮笑脸。父王，那老的儿70多岁了，死该死了。你是什么？那老的儿70多岁了，死该死了嘛。放肆！生在深宫金手香，披荆过虐眼高粱，不知长年非容易，见明日功成血汗见大堂。可是你要是元凶出身殿，巧言令杀救亡，偏独自去这里横淫霸道，太不良。父王。更不该天使园林老人相看我别帮实看守，为不该家教不严，将你从到如今，你骄横跋扈，真是长。从人理性，将我愿器官结痂，要还乡。
杀人过法。咦，你谁当是？你与我关了下去。女儿插眼将我伤，为人我自可有日自家恰无妨，终身以爱做事。一人心交，同心兄。七岁万岁！后日啊！万岁，万岁，请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桃木小人。桃木小人，宫廷之内何来此法？万岁，在桃木小人之上，可与太子生辰八字，言故甚在，要害太子性命吗？是何人所为呀？依上他讲。万岁，万岁，万岁饶命啊！万岁，你与我讲来。万岁，是长杀了他。他命奴才放到太子宫里，要害太子性命的，奴才这才不知道。万岁饶命啊！万岁！哎呀！万岁！万岁！气死我了！快宣太子尉迟恭前来见我。万岁御旨，宣太子尉迟恭进殿。宣太子尉迟恭进殿。传见父陛下。平身。哈！万岁！为何一时平成这么的模样？父王！万岁！万岁！父王！寡人不惧生死了啊！万岁！寡人自过虽见成效，媳妇教子不严，催我早死啊！你要敬王姐妹，
扶助太子，保护大当啊！臣割脑吐体，猎户太子。事情看来，你今晚为太子不乱不错，可以击无大通。儿啊，在把这个接我到一道。是一同为君，可以争一官；一鼓为君，可以结心情；一生为君，可以治大生。切记，父王，切记，得长沙王，你要与我。父王，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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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我把慈悲普度众生，今日为你落发，目的谁解？徒儿提到慈悲。老根清净，他日飞升揭露世界，因何抵抗？师父，只因媚娘被逼到此，但君借此奉身呐。存在。我定随前来他心，真实是却自去生气。公子之命乃为抗，唯因我把许可的徒儿死后了。师父，公子之命切莫听，四境兴亡一登基。来日倘若请司法，只怕师父后悔之。啊！此次说来，你乃是大大的贵人，哎呦，凭你失惊了。师父稍礼，媚娘这句残字万众，稍后定当从事。哦，不，但凭贵人吩咐。啊，徒儿，快去准备上等饭饭，伺候贵人。师父，前面四中便无法事于亲，事于要是向上。啊，我去来。徒儿，小心伺候贵人，万众之事，但凭贵人吩咐。是，贵人请。校长给办出京都，我是一飘零，千古苦，不怕流落在江湖。儿妇立父亲孝，女律师立为丈夫。我听了才问家根，怎也宽城市传。
头发事态清了。清了。这位相公来此请许安，不知如何归国？小生心念明了，远道而来无子落家，想见归安一己之地，才子读书，不知可肯容忍吗？这怕有些不便呐。暗中空房甚多，如何不便？我暗中都是与你平复暖和。这样正好，哎呀，这样正好啊！啊？哦，小生事业多多施财，多多施财。不妨。哎，其实前面后上庙里宽敞得很，你是在哪里？真好。不，这后上庙里可更为不便哟。这倒奇了。这书生一表身在君非上，为什么出言吐语破荒唐？他远去你安把生计，提起后上，他心发慌。真名是女儿扮作乱儿娘，他听雨苦中心内藏。也相公事态，我见你温良恭谦四分娘，暂居安也无妨。多谢事态。自不顾与人方便是方便，也许你为我办正事一桩。事态请吩咐。须在可知朝阳门，知道啊。昨岁你家怕冤家，我看见过。今日要是拜托你，将此密信寄君王。哎呀！小生平如观者，是何记得出去呀？你只需到朝阳门外北暖站内，找到东宫太监马公公，教他便是。这个，你害怕什么？也相公，你穿的是官暖儿装，看此喜事本平常。我料你心中定有奇冤在，我知你为地城市到安堂。你与仇来，我与冤，同舟共济，理当你他助我把心结。来18配做包场，天大的冤仇为你报还，你等来去是早。十里相逢关月长，浮生什么是我
目光世界太清了，红茶饮尽我难懂藏，梦他旅尽不识破，为他知心更应当。但不知从未操军，他是谁？是女英雄唐。师太，你这书信，小生一定为你送到。此信非同小可，多多拜托。师太放心，请问师太法号？我并无法号，我乃宫中才人吴媚娘。呀！原来是吴先生，小生多多失敬了。多多拜托，师妹哪里？为甚？以后吩咐，将安监空房当守一间，引这位相公暂且自下。是，相公请。迎接公子。公子，参见公子。公子，他就是安主长明师太。长明听了，我生病最讨厌尼姑，你吩咐下去，或许他们前来安赏吧。是。公子为超度先帝王文，17期49日露天大轿，一切由我等候上之后，你等去吧。啊，是。阿弥陀佛，祖媚娘，上明啊，在。为何还不见他落发？这啊，启禀公
王道绝杀，才可落访受戒。父媚娘，你不顾出身前十公家，实不该冒充才艺相放枪。前路才配，你才配，事情没太好心我。真不该多嘴多舌讲我长鸟生死，害得先帝骂娘。青山里别着你我天宝印，再问你万贯猖狂不猖狂？阿弥陀佛，滚了下去，算在。算在，你待也都退下。公子，来，慢。公子命你留步。原来是位公主，小生有礼了。免礼。好一位俊秀才，真是貌似淑女，天下少有。公子，我等进来念经去了。啊，你等进来，还就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小生告辞了。徐妃，徐妃，你呀你爱做仙香，因此过风雨之去上年郎，因相为心莫怕，虽今失心又慌。夜路相逢才安康，他真也不是我爷娘，且看他花脸仙子出何彩。城下怒气不胜张，公子啊，立马君子归不长，何故落难到黄香？因何相伴结何伤？小生难免心发慌。昨天他叫寂寞，为情笑他我自安堂，为同高声才不离，须在何必心发慌？你脸是桃花红一朵。
惊小怪做什么呀？气死神爷！有什么可气的？我叫你拿来东西呢？拿来了，哼！你叫我常上王府去比上，说什么来日要配大用场，我这道几道心里真情事，才了你寻欢作乐，才安康。你爱堂堂暖儿，岂用妻子乱纲上，今日做出如此事，我听小事付高粱，你算了吧，你我心中都体谅，说什么刚张放什么枪，我爱我来你爱女，互不相关一何妨？赏你美女快请言，实不算，请你自己用配上。宫女们，你等不必在此，此后驸马还去吧。驸马，能屈能伸，他丈夫。驸马，现在，哎呀，现在，哎，现在，哎，那现在胆小穷酸，还不是后上之情？夜困凄惨，我怒满腔，这真是娇生淫夜是无伤。为什么长沙王府去披上？为什么要用头呀祭献花？其中听雨姐妹在上天海里比心肠，这高呀恶官莫应何时了？爷娘，你在哪里呀？四处奔波寻爷娘，爷娘啊，莫非你登基空门10年国营大事，你可知我的娘在何方？
怜他不断被许出门去，传闻一怒跳了江，我枉为妻妾暖儿婚，夫离相误归难当。倘若姨娘不辞招，依着我从此出家做人。忙听得姨娘一声唤，娘子，娘子，莫非他在天之灵将我拿？莫非是婚姻大事，心里婚姻大事，婚姻大事。我乃脑海归是应是你，旁一者我须对对我与话讲。婚姻大事与我吩咐。不必牵挂姨娘，她已说我在人间，你所将安全密事呈送君王，叫他小心提防在牢，速速去啊！是。多蒙婚姻大事先生之地，放一则过闹肚的，定将信送到。准备好了吗？我找殿下政府一起准备出动。慢！闭嘴无媚娘，心中劝我多防备。欲听说观音显灵当豺狼，我派人见了媚娘。
雨泪也已，一我并肩迎大礼，与我把事可开张。万岁有旨，佛子开张。立旨。万岁兄妹迎礼。南无西天子真一呀。神功一力是那山中，亡灵传播皆飞呀声。南无请万岁兄妹多少领悟也道。西天子真一呀。应把金水十天门，请万岁兄妹不应金水一并。往上去。西天子孙一呀。就在这清水之中一躲，不妨撵来。哎，去年，哎呦，但念这精品之水。这秀才正是水中有毒，与前内与官看见。正可是此。哎，好的让佛子少得如此地步，散了吧。
万岁！点动一拳，引头而往。长沙王此时撵得之人，匆匆撤殿而去。长沙王竟把撵夺之人刺死！哎呀，万岁！此乃杀人灭口，欲给你账，望万岁下旨速速查明判刀。好，万岁，这秀才言之有理。御史将军，臣才命你速派大军将长沙王府团团围住，不准放置一声。领旨。你这许贼叫何名字？小生姓聂，名亮。你爱卿，臣才。你保家于公，不奉你太因御史之责。他时常放宝剑，查明此案，另应奉上。令旨。是聂亮上殿，于是聂亮上殿，令旨。君才精神，免之。小姑醉得尽，这他是石头桥上死去君。你这位老夫人哦，小姑娘，我要上殿面君，你们跟着我做甚啊？让我仔细的来看一看。哎呀，侬这个相貌啊，同我外甥女儿是一模一样的。一模一样。老夫人，可不要无言落语，我要上殿去了。哎呀！当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。倘若不是，我就找你做女婿。夫人，此地不可无言，我要上殿去了。等于是聂亮上殿，一品高明老太婆要去办事。选。谢父万岁万岁，平身千万岁。阿潘老夫人今日上殿为了何事啊？我是看那外甥的我是来看各位聂女士禀报恩情来的。此次请在一旁听吧。不用，我就坐在这里。来，坐在这里听。哎呀，老卿下呀，如此受罚，臣我体痛啊！哎呦，我是老亲家至今天下，弟媳妇官罪少少，儿媳妇妻事公公，阿弟阿妹满海阿哥，有啥个体痛不体痛啦？随他去吧，你爱卿。臣才
明日查清关于是一案，结果是何？万岁用兵。关于是咱们清楚不清清，清早不悔不宽恨。那高衙骄横怕无父子亲，长沙王兄妹单为自珍。他二人爱的早归尽，压临天下两平分。要生结红丝同当，驸马也才不轻，家界万年下头呀，放下一句论结婚。今日里查清姐妹我一听，敬请万岁就是生。讲得好，讲得好。王兄啊，山上雪灾。我与你亲自有你更年更从来无情也无情方多此事我不知，长沙美女我不问，后场做更不想，我是个王丈夫也，冤枉神。哎呀，王兄武昭义去见，选武昭义上殿，立旨。参见万岁，一声。谢万岁。武昭你来得正好，今日之事是何办理？必知你如何告见？万岁，高阳乃每日中官，快叫他当殿跪下。对，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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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你跪下，举跪下。叫你跪下哎。跪下！武昭你，你看是何处置？不妨出讲。立旨，高阳听了。你本是亲子牛也何虑根，骄色淫逸结古今。身为弟媳将须扫，岂是园里老园婿？先帝陪你催了命，要你高阳托丹城。你与长沙早勾结，讨谋小人最当今。你与陪
要老太婆不懂哪个主意呢？高阳市长无话理解，切到凡关山月饼，长沙应当个头巾，驸马带撇两官分，应用这个为老鹰啊，何尝办法去冲红巾？好，从中为好。哎呀，从中为好，从中为好，从中为好。万岁！万岁呀！先帝早与你陪，同胞美女不用情，年两公堂当中上，家风听觉光思好，我找你处事得当，称真心，华山真子负责任，王兄，高阳长沙当此情，驸马撇红负战营，你爱卿。才你保家办案，功劳大，加封你一品之中冠军臣。快快谢恩呐！快快谢恩啊！万岁是才，爱卿何才之语啊？我乃是女扮暖场的玉子爷娘。好，万岁爷娘，我老早就想出来了。哎呀，爷娘虽出身地位，但身是金枝玉叶，当封她一品夫人，与那方玉者非度成亲。好好好，寡人正直，谢万岁！万法一策，愿待上言。嫂嫂，妹妹，嫂嫂，嫂嫂，你就靠在秋梨板上，少了我吧。要想少你呀，只非是实想到了水草溪。亲家，哼，哎呀，亲家，哎，姨母，你就为我说句好话吧。哎呦，你叫我跪下呀！哎呀，我真是个担当不起。王兄，王兄，要想别去。走。
尊敬吾祖万岁。方一禅，此女学生无绝，与玉子爷娘二度成亲。谢万岁。娘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